LEGO Education Science 科探同樂日是為小1至小6學生打造嘅動手做中學全級科學探究活動。活動可以配合校內不同時段舉行，同時適用於以下嘅津貼。專科作為 LEGO Education 嘅官方授權合作伙伴，引入 LEGO Education Science 科探套裝以及專科自家 AI 科探平台 Pen4Teach。活動設計為時3小時。全級科探同樂日分別有初小組別以及高小組別，每個組別共分為4個部分進行。學生透過積木將抽象嘅科學原理具體化呈現，使學習更加直觀。同時結合人文科嘅知識，為學生帶嚟跨學科嘅學習體驗。嚟到高小組嘅同樂日，第一部分主題探討古今建築嘅特色同智慧。導師將帶領學生認識世界各地唔同類型嘅建築，同時會探討建築如何去滿足人類嘅生活需求，學習欣賞同埋探索世界各地嘅著名建築，理解設計時需要綜合考慮嘅美學、環境、文化等嘅因素。再同學生分析中國建築文化遺產點樣去展現中華文化以及傳統智慧。第二部分搭建旋轉高塔，學生會以 LEGO Education Science 科探套裝搭建一個旋轉高塔，認識現實生活入邊建築物嘅設計點樣符合成功準則以及條件限制，並且進行分析以及提出解決問題嘅方案，再按照條件限制優化高塔嘅設計。搭建後將會同同學分享大自然嘅災害對建築物帶嚟嘅影響，以及了解建築物嘅安全結構。第三部分檸檬水的搖動，我哋會探究地震災害嘅影響，用 LEGO 去製作地震模擬器以及模擬情景，觀察同埋分析地震點樣影響物品嘅穩定性，構思可以抵禦地震嘅可行方案，一齊探討現實生活入邊能夠令到物品保持穩固嘅方法。第四部分製作抗震實驗，認識地震對建築物嘅影響後，我哋就會製作同埋測試建築物模型嘅各種抗震結構，了解隔震同埋減震結構嘅科學原理。之後就會探討世界著名建築中抗震技術應用嘅實例，以及認識中國傳統建築入邊嘅斗拱榫卯結構以及其抗震嘅原理。即刻同我哋查詢啦，為學生嘅學習之旅注入更多嘅活力同埋創意。